大家好，我係陳昌堯師傅。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將要進入呢個農曆7月嘅丙申火馬騮月。呢一個月咧係由2026年嘅8月7日晚上嘅7點43分就進入一個立秋嘅節氣，經過處暑到9月6號為止，整個月都係叫丙申火馬騮月。依家等我哋睇下。呢一個月丙申月嘅整體嘅運勢係點樣啊？我哋會講下要注意咩事項，同埋要避開咩唔好嘅日子，同埋唔好嘅方位。今年咧就叫丙午，天干咧就丙係火，地支咧午又係火，所以咧陽火係極盛嘅。咁嚟到呢個咧丙申呢個月咧，個天干又係丙火，地支咧辛金。咁咧兩個火，丙火係蓋頭，金穩就水氣。喺呢個丙申呢個月令裏面咧，秋風就初至啦，就暑氣其實未消嘅喎。從干支個氣場同埋五行嘅生克嚟睇咧，丙午年同埋丙申月咧就形成咗一個非常特殊嘅雙丙疊建，咁火勢不息，地支辛金咧當令，形成咗一個火金相戰、火克金嘅格局，同埋夏秋之交嘅局勢。年月咧就天同地克，係呢一個月最核心嘅氣場特徵嚟嘅。喺外觀咧，機會咧就好多，消息不斷，睇嚟咧前景係明朗。但係裡面咧暗流交織，競爭就加劇，容易出現咧開局熱鬧，後繼咧就生變嘅狀態嚟嘅。火咧主擴張急躁，而金咧就主制度財務，兩者咧一相克咧就火金相戰，顯示咗咧呢一個月咧容易有衝突同埋突發嘅事件。譬如爭執啊、矛盾啊、制度壓力啊並存嘅，意味着咧呢一個係有機遇同埋咧衝突並存嘅新舊秩序交著嘅時期。辛為驛馬，咁咧變動之氣就濃厚啊！喺工作嘅調動啊、遠行洽商啊、計劃調整啊，會頻繁出現嘅。咁機遇同埋是非咧相伴而來，係充滿變化同埋機遇嘅多事之秋嚟嘅今個月。好啦，火金相克咧喺市場上咧波動就會比較大嘅。丙火為天威烈日，辛金咧為金融、資金同埋實體嘅產業。雙丙火壓制嗰個辛金，代表咗呢一個月咧整體嘅經濟同埋投資環境咧容易出現一個波動劇烈、虛空回落或者係資金洗牌嘅情形嚟嘅。雙火透出而引發一啲財務嘅糾紛，譬如話簽訂合約啦、簽字畫押啦、借貸擔保呢啲事咧，務必要反覆核實呢啲條款細節，否則避免咧一時大意咧遭受個損失啦。好啦，呢一個月咧個氣場咧就虛浮嘅，容易咧俾人誘惑去投資啊，嗰啲消息咧吸引，同埋咧火氣咧使到人好急躁，好渴望快啲獲利，喺短嘅時間去投機，陌生嘅合作、高回報嘅項目，記得呢啲全部都要三思而後行。火克金咧亦都代表咗一啲咩啊？代表係財星受壓，容易有突發嘅開支、金錢嘅糾紛啦、破財嘅風險較高嘅。冇必要咧，唔好衝動去投資或者過度消費啦。因為財星一受克咧，比劫又旺咧，好容易咧你就會財來財去嘅情況噶啦喺呢個月。喺求財咧，
要穩，唔好麻木去跟風。喺事業上容易遇到咧表面嘅熱鬧，睇嚟咧機會多，其實咧實際上咧執行個阻力咧係特別大嘅，即係虛火啦，我哋叫做。咁啊，投資理財咧需要見好就收咯喎。嗱，切忌咧喺高位追漲，或者係進行高風險嘅槓桿操作。重大嘅投資或者借錢俾人咧，冇必要三思啊！喺呢個月要特別注意啦。嗱，天干年天嘅干就係丙火，月嘅天干亦都係丙火，佢兩個丙懸卦喺命理學上高咧就叫比劫爭財、雙丙爭輝嘅現象嚟嘅，所以喺職場上咧有到好多同行咧嘅競爭啦，同事咧大家搶資源啦，或者咧搶你嗰啲功勞啦，啲機會上升㗎。喺呢一個月咧溝通咧需要咧，我哋要嗰個收斂脾氣，因為火氣好猛啊，容易咧讓人個情緒咧急躁衝動，講説話就比較直啲。喺呢個月咧，我哋要秉持低調柔和嘅態度，避免因一時嘅衝動同上司啊、同事啊或者客人啊發生正面嘅衝突㗎。所以要注意啦，喺呢個月嘅嗰個問題上。好啦，至於喺呢個月裏面咧，身體健康方面係點樣咧？要防止咧燥火啦，尤其是喺呼吸系統同埋肺部。嗱，火旺咧就克金嘅，咁金咧代表我哋嘅肺、大腸、咽喉，容易咧咳嗽啊、喉嚨發炎啊、皮膚過敏或者咧腸胃不適嘅。再加上火金交戰，火係代表心臟、心血管、血壓同埋情緒。火氣太盛咧係導致到失眠啦、頭痛啦、血壓啦偏高嘅，或者情緒焦躁不安嘅。咁心同埋腎咧同時會受制嘅，要特別要留意啦。所以咧喺呢個月咧飲食咧要食一啲滋陰潤燥嘅嘢食，保持作息嘅規律，避免咧熬夜啊、過勞啊、情緒嘅壓力啦。嗱，喺呢個月咧特別要小心就係預防嘅交通意外同埋咧金屬嘅受傷。因為咧辛金咧受火克咧，再加上辛咧係驛馬星啊，所以開車出行嗰陣時咧，或者用一啲刀具啊，或者進行戶外極限嘅運動嗰陣時咧，需要注意安全啊嚇，防範咧膝頭哥咧整傷啦。咁揸車啊或者係操作機器嗰陣時咧，加倍要謹慎啦。咁防範咧碰撞啊，或者燙傷呢啲咧小型嘅血光意外啦。嗱，呢個月嗰啲運勢就解釋你聽啦。依家落嚟咧，我哋講下喺呢個月特別不利嘅日子有邊幾個不利嘅日子咧？我哋要特別要注意喎。嗱，第一個日子就喺8月7日嗰個叫癸丑日，咁呢一日咧就係衝陽㗎。呢一日就係交立秋節氣，咁當一交節氣，大家都知道啦。逢一交節氣嗰一日咧，個氣場咧就極之混亂嘅。再加上今日呢個8月7號交節氣嗰個時辰咧，就叫壬戌時，形成咗一個咧丑同埋戌相刑重疊嘅時段嚟㗎。所以咧，喺咁樣嘅啟動之下咧，係唔適宜去啟動長遠嘅計劃嘅。再加上咧，呢一日又係月破日，喺黃曆提到咧係諸事不宜，大事勿用㗎嚇。同一啲咁嘅個轉節氣，再加埋呢個破日，更加要小心啦。好啦，睇下第二日啦。落去咧就有8月8日咯，嗰日咧就叫做甲寅日啦，咁就係衝馬騮嘅。咁你知道啦，呢個丙申月
逢係屬老虎嘅，就呢一日咧就係叫做月破日，佢係破月令。呢一類嘅日子咧，個氣場波動咧係最為激烈嘅，諸事不宜，大事勿用嘅。咁月破日咧，主事多阻滯，易生變卦。呢一日好容易發生意外啦、破財啦，或者人事上嘅決裂啦。嗱，重大嘅合約咧，千祈唔好喺呢一日簽啦。重要嘅事情唔可以做啦。咁啊，宜靜不宜去動嘅，尤其是出入揸車過馬路要特別小心交通意外啦。好啦，跟住再落去邊一日咧？原來係8月18日喎，嗰日咧就叫做甲子日，咁係衝馬嘅。咁今年馬係太歲嚟噶嘛，咁啊就係正通太歲啦，所以咧呢一日咧就叫做歲破日啦。正式係子午正衝，個磁場咧最為動盪嘅。咁啊，歲破主事多阻滯啦，易生變卦啦。呢一日容易咧發生意外、破財或者人事上嘅決裂。重大嘅合約千祈唔可以去簽，重要嘅事情亦都唔可以去做，就宜靜不宜動嘅。記得揸車朋友、過馬路朋友要注意交通意外。好啦，再落咗去另外一個日子就係叫8月20日啦。呢一日就叫丙寅日，就衝馬騮嘅。咁咧丙申呢個月一見到老虎日，就係月破日，破月令嘅。呢一類日子咧嘅氣場咧波動咧最劇烈嘅，諸事不宜，大事勿用。再加上呢一日咧雙丙火嘅加持，點解雙丙火加持咧？年又係丙午，係咪？月又係丙申，日又係丙寅日，所以嗰啲火嘅力好大，所以咧喺脾氣容易發脾氣啦。咁啊，記得咧切忌唔好去搬屋啊、出行啊或者投資啦。尤其是月破呢一啲日子咧，好容易有阻滯啦、易生變卦啦。呢一日容易發生意外啦、破財啦，或者人事上決裂嘅。重大嘅合約唔好喺呢日簽啦，重要嘅事情都唔可以日做啦。嗱，宜靜不宜動。嗱，出入咧揸車朋友啊、過馬路朋友特別要注意交通意外啦。好啦，再落去咧就係8月23號咯喎，就叫做己巳日，就係呢一日咧己巳日嚟講咧就係衝豬喎。咁呢一日咧係點樣啊？原來咧就係交處暑嘅節氣。當呢一日個氣一交節氣咧，嗰個磁場就好混亂嘅。交節氣嗰個時辰咧，又叫做己巳時喎。咁啊，日同埋時嘅地支咧係巳火，相應咗呢個年同埋月嘅天干係丙火，所以火局咧係匯聚喺日嚟嘅，火勢係好強，容易咧小心有血壓啊、心臟啊、眼睛方面出現壓力嘅問題，同時都要注意咧火燭或者會被火燒傷。咁呢一日咧適宜養生低調平和。呢一日宜守不宜動，重要嘅事情最好就唔可以今日做啦。清楚未？呢一日特別注意，因為轉節氣，再加上個火咁犀利，要小心啦。好啦，再來睇下咧，呢一個就係8月30日啦，就叫丙子日，就係衝馬嘅。咁啊，老鼠日衝正呢個太歲馬，咁啊就係叫歲破日啦。子午正衝，磁場係最為動盪嘅。歲破主嗰個事情多阻滯，易生變卦。呢一日咧最容易發生意外、破財同埋人事嘅決裂。重要嘅合約千祈唔可以係簽，重要嘅事情唔可以係做。咁啊，宜靜不宜動。出入揸車嘅朋友要注意啦，過馬路朋友要注意啊，交通意外啦。好啦，到最後一日就叫做9月1日。嗰個戊寅日，
係沖馬騮嘅。咁喺呢個丙申月裏面，一見到老虎日就即係月破日。咁呢一類嘅日子咧，個氣場波動係最劇烈嘅，諸事不宜，大事勿用。喺月破主嗰事多阻滯，易生變卦。呢日子咧好容易發生意外、破財同埋與人嘅決裂。重要嘅合約切記唔可以日簽，重要嘅事情唔可以日做，宜靜不宜動。尤其是出入揸車嘅朋友、過馬路嘅朋友，特別要小心交通意外啦。好啦，呢啲唔好日子咧就講晒俾大家聽啦。咁喺呢個月裏面咧，馬騮月咧要特別要提醒你哋咧，有幾個生肖咧要特別要注意嘅。第一個生肖就係屬馬騮，因為馬騮嘅生肖嘅人咧，遇正呢個馬騮月咧就等於伏吟，再加上咧，如果佢遇到嗰啲日子係老虎日，咁就人身相沖，咁個運勢起伏就比較大，所以咧一遇到呢日子咧就宜保持平穩嘅心態啦。好啦，第二個生肖就係屬老虎嘅人，因為老虎嘅人遇到呢一個馬騮月咧，就係又係人身相沖，所以咧尤其是係出外咧要小心交通嘅安全，避免同人哋硬碰硬、口舌相爭。所以咧老虎係要特別要打醒十二星辰，因為呢個係馬騮月。好啦，到最後一個生肖特別要注意啦，就係屬豬嘅人，因為豬咧遇到馬騮呢個月份咧，就叫身害相害啊！即係馬騮同豬係相害嘅，就要提防咧人事上嘅關係啦。好多時咧俾人背後咧插刀，或者小人嘅挑撥，所以咧交朋結友要小心啦。屬豬嘅人喺呢個月特別要注意啦。記住，凡係去到呢一個月刑沖破害嘅日子，大事盡量要避開，唔好做。例如咩啊？簽約啊、開市啊、嫁娶啊、搬家啊、遠行啊、祭祀啊、祈福啊，呢啲咧就係唔好喺呢啲刑沖破害嘅日子裏面做，明嗎？係啦，咁我亦都講咗唔好日子啦，有邊啲生肖特別要注意啦。好啦，依家就講下呢一個月邊一個方位係最罩忌嘅。咁啊，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要揾出一個二黑個病符星喺邊度，因為二黑病符星咧會令到你生病啊、唔舒服啊。咁原來咧呢一個月咧，呢個二黑病符星就落咗一個叫中土嘅地方喺你屋企。咁咩個中土啊？中土就係意思喺個廳中間咯，或者係房嘅中間咯，就叫做中土。因為一物一太極嘅嚇，咁喺中間，所以咧喺中間呢啲位置咧，就千祈就唔好去放紅色、黃色，因為咧二黑病符星係一個土星嚟嘅。如果你紅色嘅話，就係火生土，就生旺咗呢個土星；如果黃色嘅話，就會更加加強佢呢個土嘅力量。咁有時記得咧喺呢啲咁嘅位咧，二黑病符呢啲位度咧，忌動土啦。咁啊宜靜不宜動，咁啊保持住呢個乾淨呢個地方，咁咧包你就可以避過。咁當然啦，呢個二黑病符星，你可以放一啲嘢化解佢嘅，譬如話病符嗰啲病包啦嚇呢啲嘢啦，咁去將佢去化解嘅。咁放一啲金屬嘅器皿啦，或者譬如放啲金器啊去化解，因為土係生金，就蝕咗呢個土氣嘅，可以咁樣去化解。記得唔好有紅色、黃色同埋動土嚇，要保持乾淨呢個位置，咁你就安心啦。好啦，輪到第二粒星要注意嘅，嗰粒星咧就叫五黃大病災難。呢粒星就今個月咧就落咗喺我哋屋企邊個位咧，就係東北方啦。咁喺呢個東北方咧一樣，五黃星
係一個屬土嘅五行嚟嘅，咁所以佢係好忌有紅色同埋黃色，因為紅色火會生呢個土，會生旺咗佢，而黃色咧係加強呢個土氣，更加一樣令到呢個五黃星係更加惡，所以咧我哋唔可以放紅色，唔可以放黃色喺東北方。咁東北方係忌動土，咁咧宜靜不宜動，保持咧乾淨。嗱，東北方呢個位咧係屬於家中嘅少男，即是係年紀最輕嗰個啊。咁如果你一個人住嘅，咁你就要承受。咁如果一家人裡面嗰個最年輕嘅男性就係喺東北方。咁至於生肖咧，就係屬老虎嘅人同埋屬牛嘅人就要好小心啦，因為東北方就係老虎同牛嘅位置嚟嘅。咁如果有咩事咧，老虎同牛呢個生肖嘅人咧就首當其衝，係啦，所以記得嚇。而兩粒星要控制得好，咁一樣可以放啲化病包啦，或者係放一啲嗰啲銅器啦，去蝕咗佢啦，去化解佢嘅。好啦，嗱，如果你哋咧想喺呢個丙申嘅火馬騮月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咁度過咧，記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可以自利利他。嗱，記得啊，盡量都唔好去殺生，有能力可以嘅話去做放生，去做一啲布施，無論財布施、法布施、無畏施都好，盡量多做布施，去捐下錢啊、贈醫施藥啊，咁你就功德無量，福慧雙收啦。咁就包你可以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咁度過呢個丙申嘅火馬騮月。嗱，切記多做善事，你所做一切嘅善行，終將都回到你自己身邊㗎。多做善事啊！好啦，如果你係鍾意呢條片嘅話，請你點讚啦，分享俾親朋戚友啦，同埋訂閱啦。多謝大家，下次再見。